我日子。第十，救主耶稣，我日子永远要缀我主，愿你常常伴我主至好朋友。救主若踮我心里，甲歹到一稳赢。救主带我来见证正路稳当为行。咱台湾来念第十到40位来。救主耶稣。咱的2019年，一年多中间有介侪事件
工，咱会讲一人工已经拢伫遐求备，拢伫遐计划好势，咱准备开始要向前发展。一年开始，而且咱是较面对是直直地理靠你就会去食。我所以讲，求你应带就互我夫妻必到一世一世哦，应带就互迄个好料的啦哦，安尼好料咧招呼你啦，夫妻必到一世咧，真好哦。后来日天接纳我，只好变是，咱就是要伫迄个永远的免流嘛，毋是吗？咱毋是要伫世间要伫什么跟华富，毋是，咱是要伫天里永远的免流吼，真好。啊，顶礼拜我讲适合对去年南庄，阮儿仔一年多的退休会，中间牧师的免礼，然后季牧师也参加吼，季牧师的免礼。季牧师用一个披萨，刚刚有在披萨。刚才参加分享，有影，有时人有这样的特质吼，袂记你讲，真正我一生中间，还是咱一生的中间，有介意找的题材伫咱的生活里面，这题材拢是上帝特别的呈现，特别的意思。无论你是伫欢喜的时阵，伊甲你送欢喜，还是你伫困苦艰难的时，伊做你加做你的帮助，安慰你。上帝是毋是旧约的时代讲，上帝的呈现也会先知，也是耶稣者来到你身边。但是伫咱新约的时代时阵，上帝是呈现你所料想袂到的人，伫你身躯边出来，你安慰你，你扶持你，帮助你，这拢是上帝呈现来的题材呢，是毋是安尼？你等一下就想到嘛。但是，咱也毋茫，也当记老师甲你讲，毋茫咱家己本身也成做正人的题材啦。迄个题材就是要去帮助别位人，要去扶持人。正人成做咱的题材，咱也要成做正人的题材。伫一年开始的时阵，咱就发咧三个面题吼，下面首诗歌讲，咱属望咱家己。我毋知影你有安尼体验无？你的侍奉是，咱侍奉半年啊者，咱侍奉重担负担，也是咱侍奉咱家己，互你感觉到对上帝所来的恩典甲祝福是愈来愈加添，满的福杯满出来。侍奉更就是安尼，所以今日伫咱的国团契要就任的中间。这个真做咱大家提醒甲勉励，每一个人都是咱服侍咱家己用几个圣经站，而且甲大家三个来勉励甲分享。罗马书12章第1节，咱拢真善重视，咱求咱对比较来读来提醒吼。12章第1节讲，兄弟啊，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，看你的献家己的身躯罪责。是我的，是神的，上帝所欢喜的，这是恁心灵的服侍。无你甲这世间相反，就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，互恁袂得变什么是上帝善良、较欢喜、顺转的旨意。这个足清楚来讲吼，是骗咱本身最活着，是上是我的，是神的，上帝所欢喜的。哥林多后书前书15章58节，也是咱真实的经节。所以我所听的兄弟啊，恁着坚固，无摇喘，常常尽力伫主的工，因为知恁着活伫主的不是空空。几十年后使，常常听到牧者用安尼来勉励咯，也讲嘛，常常听人分享，常常了解，真爱用这个经节来勉励大家。就常常尽力伫主的工，因为知咱着活的，我用讲咱着活的，毋是空空啦，绝对毋是空空。天地上帝拢看见，拢知影。
迄个稳定甲舒服是对的啦吼。来，咱来唱一首《他舒服那两天》。